把规定能帐篷把来那干鸟上，路南家兄2020能够以2.9日星期四农历老早撒乡，路南没压晒不能蒙查满。江西井冈山市圣山草自雄南路滑到一段野松，加多次拦车老做给团。盐山县长高挖路挖松到沙特色农业，实处超市农业现代化。秋北县摸到中主业实从办塔，加占球鸟对群众挖到路中能长度路。江西井冈山市的圣山草要找到中考汉地区，头路上呢漂亮到北道，从2009走路奥地，习近平总书记摸着圣山草，你好的，要是说板车革命过去发展，家里群众都容能挖，自从考了圣山草对谁单毛不了。对群众能挖到1多1长多。蒙着圣山草，莫一路球专门路走火烧对段的理想，对想南多次对挖不乱次，路能挖到程度走对1多1中，被容沙痕。圣山草要找井冈山道中考行，到家中沙道仓给车之中，希望2009之火烧莫草头应战那些要简单离开plan那些。从2009着奥地沙奥，习近平总书记要催蒙出圣山草沙学对普群众。总书记下达，办普拿车给普的主意，他来诺一定要精准，也掌握那些短行摸到中主意，办出球，办出后谱。我讲都给普，我讲都我小看容能，弄当总书记的路我被莫肉看，被陈北的就那么容中容累容寒是肉口谈办的。靠有二菜地是容么去，超值容能差。军中总书记下来，多次挖沙浪团体劳起精神，让番主任办他口他。掌告引进多用来红色理由指引，政府莫在挖木火草的给，将来该草考起，莫在照顾到中多，莫圣山草找到火井冈山旅游发展木刺库，掌告旅游配套专营扩到1多1次穿。很到那些看到了最杂夸，但看你们做到出了差的问题。这跨多太岁的查考抓烂完人道只好活，我很多那些对卫生要求标准改很了，就到晚到这找错样乱变着，要同按照按错谁开的夸，你得再多一盘中蹦地蹦被子，这北路地区的球在夸的标准路比，北地区呢还是蹦干。火烧样样扩到中短。在跨来服务内诺那也流传，驻村干部们说在一年前拖多次款，办火烧展示村国民有，过多次莫抓烂来找定上的考球，对传人抓人那也莫照此照用。火烧一路路里都要杀在一年前卫生挖到土墙，是基本制度莫奖励他催化。落来火烧还展示旅游机会，培训火烧对短行。家里面要花走在头木火烧我是来夸，规范我将我毛肉，只不选定毛肉人给选么子。慢慢的圣山草一段引导背，目前我是来夸那一段引导，要进度个宽道，火烧对战球都不波谈。那副桥也看你开到球在夸，就查到了咋。多鸟了查了领导，到只穿到来咋开过，多年还知道这干么？咋就做过对了，被容杀痕。沙口到咋，加多次都挖沙过头，让番主任莫如意的这杂块挖到药花中，莫毛肉挖到药花中。碰下因一沙就要如意够呛这杂块一会安装了空调，碰产量专门木火lang，学了挖毛肉技术。学着给讲到路上，对路上呢都容闹痕，他就要木火酒店来到闹。政府主要办被斗给交给，最约进来桥北亚街市从办区。华南圣山草一部分莫19分多少的短行，靠杂跨区nhà查，要投这一草亲戚我是活动中，圣山草还投互助社他基地做给人，梦发展环头他创意对产业人，多次莫拉对招的莫他们我说都看到咋。华南圣山草期期莫产业，人人莫忽略我。我家的收入来源很多啊，我卖钱的东西很多啊。故意检查站到很，按波落入，嘎抓胸胯、叉色、香菇、鸡毛绿等人都摸到咋。
希望2009乡生产潮来到了登坡，希望2009生产潮平摊一头短人可以使来炸出2万1差来，路炸差能多次都满得多把弯抓老人差。若一多引老能一挖一产多，湖南被说政策中被那些市场口单板单，靠着二菜地市场么口单板单，加倍的能挖到一多一产多。三七之乡，神奇文山。发展稻沙特色农业，万达对那最终的绿色食品牌，要成为省政府挖得的重大计策。营山县要国家农业部认定的第2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照省政府定北湖挖稻沙特色农业示范县。继续那落，营山县莫等到占用就业市场板单，前线稻沙特色现代农业划到中。我现在是在云南中康食品有限公司浙拉乡跨溪村蔬菜种植基地的大棚里，大家可以看到。古华南鸟云南中康食品有限公司浙拉乡跨溪草路球球肉，多次山稻谷干一早早自律刷路动抓肉，将自律刷南乡2009路抓里，就成为省政府在我来云南省构占中州的五洲新牌自律刷，默默村都混动州错路地球。总高盐山县要到头地头球摊都能获着中，云南中康食品有限公司总高配有摊豆草云南省蒙州一干澳大湾区，最要紧的潮州地球路目标呢，是促发展生态农业。华南公司对挖到自查招办到目标准化潮州基地，基地潮州一共调鸟到1万2千吨，默默做93角、上海、北京等南南同能，还出口蒙州日本、俄罗斯、东南亚等地球呢。目前这个市场的销量呢，就是基本上是供不应求。北地肉呢交代了对制造嘛，华南就是要养么规模可乐都这样子，交代话3月呢对嘛到。第9北路咨询规划了，盐山县的干头电话全国桥工桥当道的县，全国让查重点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云南省稻沙特色农业示范县。云南省一路县一站产业让查示范县，云南省特色产品优势区。做华南核心区综合示范营规划中投资高转移北差招8万来扎，莫高资路今年红盘内诺，一化投资了招1来扎。湖南今年一化投资到1相差8万来扎，综合发展项目投资1亿2差800万来扎。向2009支就向2009抓。盐山县连登办了自家让查营业博览会，平摊一雄拖到资本到站让查，投到了一座让查自满自动产业发展的中间，为筹资科技成果提路，筹资盐山稻沙特色农业化网摸到差难做。这地个北路咨询规划了，盐山县我报前线工作呢，他加多个人都去到杂事但样板打的内容，要他保证公路交通到。路道上受动到，主要是草制农业供给侧几个性改革，挖道上发展较热闹、较靠近、较菜、有杂错、制农工、较热化找的特色农业产业呢，保证没错按指标办达。向2009盐山县农业总产值要只条相宜到3万来扎，比向2009主要收来一部分的2分1。比第个奥路咨询规划跟北条相宜相差900万来，到了9转移1差100万来，咨询平摊一雄收一部分的1分1。农林牧一年增加值要北条之1只差万来扎，比向2009转到了一部分的招分，比第个奥路咨询规划跟能够北1北差600万来扎，到了个奥1 1差900万来，咨询平摊一雄收一部分的1分3。人手短能可以使来扎要1万2差900转球来，比向2009转到了一部分的转分，
比地个奥路咨询规划纲以差一波能够招来，到了包差直播这就包来，咨询偏袒一熊手一波范围做分杯。地个包路咨询规划都前用，沿山线也长高有路线莫容拉容地，要报道公路大图路基础能。将高此刻一路线一站产业，它到沙容错产业之前的容机会能，筹资莫容错我就来到沙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将高全线要到头的头球，莫沿山此刻产业港澳大湾区侨绕基地，筹资全线农林农村调查社会活动发展，此刻民族地球最少化完典范。这是筹资莫热闹我主导。莫绿色食品我代表了现代农业发展，这都少数融办一路性一路产业示范创建，热闹产业基前的重点项目建设呢，是说筹资热绕化完内容。继续那头，却百姓通过挖板车的群众沟通，围绕挖板类占全了解该级困难问题项目，是说筹资办不了它热绕化完内容，这类群众沟能挖到1多以上。却百姓双龙认证松毛地绕叉项目，北获农校中心绕，要为挖水库长得了鸟的一路绕梦。政府只当帮你把挖到这叉，模糊绕的给挖成给水泥，还莫拉得口你把挖，帮车发展交叉养产呢。除了农校中心绕，他个围绕挖水库长得了鸟的还莫一直镇茶花绕、18绕的那支路绕，或那支路绕呢都热绕让绕配杂容够多。的群众能挖到1多1长多。以前嘛，这个那都头这要这样，像230个找动的招班被挖这，像230个夜幕这挖容，或那给了可容，产业发展之路呢，或那比头容到了，这两方两路，北路上呢荣耀。早到么报道，像一查就把1指，为挖红旗水库，那个找路绕一把北就北街，只把只叫的短内。早当他国家号召咱得么了，对群众莫一查要一些咱么一好，莫一查要集中安置，集中安置的莫一直正绕茶，茶花一走，茶花二走，18双龙营松毛地绕茶的那支路绕，为了办采集中安置的绕茶个找布局、找规划，向230个老7百姓申请挖移民必须改困项目，向230个找正式动的挖。我路项目呢，一会是拿找产的完来涨，通过某年杂路办采自国热绕仍然说，到挖民族团结政策，是社会年杂路挖，茶花占全鸟绕茶的热绕呢，也找么打草挖为挖办类占全鸟的热绕个来容落，挖到茶占民族是路是毛是办是采的容落，挖成乡村生态治理的容落。通过挖到老乡道。要向230个220个北挖县级营收，或那正挖着资料证明它项目计算升级，还没得档案轨单。通过挖路项目呢，加的热绕个头为了挖水库长得了鸟个热绕让绕配杂到容够多，对群众更拿好本事1多1落。从那里透过给同碰，被一次头给一路头多路。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苗语。今天我们来学一句常用的生活用语“陀螺”。陀螺苗语是这样说的：渡路。请跟我一起说陀螺。渡路，渡路。陀螺，今年过年我们在家打陀螺，熊男闹渣，被鸟整到渡路。今天的跟我学苗语就学到这儿，再见，甚至乱。让喇叭给的能帐篷，弄那里蒙差价还装的呢，甚至乱。